買樓最驚中伏，與其估下，不如住一下。睇樓個零鐘，邊睇得清楚鄰居管理好唔好啊？靈活體驗，月租、日租任你揀，真正融入社區生活。過百屋苑任你揀，住落真係適合先至買。零麻煩入住，全屋家私電器，真正拎包入住啊！用少少租金換嚟買樓安心，絕對超正。告別衝動決定，用體驗贏取置業信心。有需要聯繫我哋啦。 30、40、50唔同3種嘅心態，會選擇咩樓盤呢？我成個生活嘅質素同香港差唔多，我上嚟又做咩呢？我上嚟就為咗將我成個生活嘅水平、生活質素、生活環境係提升。灣仔1號嘅大佬十字門最 top 嘅樓盤，一套可以買嗰啲花死3套啊 ！Hello，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朱 Sir。Hello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魚。係 Andy。咁啊，今次集齊3個人啦。今次過嚟拍條片咧，個目的咧就係嗱，之前咧我拍一條片咧，講咗我過嚟中山1年時間。咁啊，如果要我俾錢買，我要選擇邊幾個樓盤啦。咁今次咧揾到兩個咧，就想問下唔同年齡層，因為我咧叫入伍啊，超過咗50歲人嘅心態。呢個咧30歲未夠，成日話自己18，成日話自己18對就唔係18歲。 40未夠。呢個40未夠。30、40、50唔同3種嘅心態，會選擇咩樓盤咧？同埋咧，兩個咧都係好多平時都係接待一啲香港嘅客戶朋友啦，咁都好了解香港客戶朋友嘅需求啊、心態啊，會揀咩樓盤，再配合埋自己年紀啊，或者喺呢邊生活咗咁長嘅時間啊，喺唔同嘅區域有咩樓盤，如果要俾錢買，嗱呢個最實際，你淨係介紹講咧，唔使俾錢你啊，咩都話好。當然你自己俾錢嗰陣時咧，你就會挑好多骨頭，挑好多瑕疵，呢樣又唔得，嗰樣唔得，即係要掹錢嘅時候咧，就好現實啦。嗱咁啊，如果講下你喺度生活咗好多年係嘛？係啊，喺坦洲生活到而家，加埋今年都第16年。哦，即係2歲喺度開始嘅咯喎，咁細個就過嚟㗎啦，咁啊生活咗咁耐啦，無論坦洲啦、珠海啦，或者中山市區咧，你睇過好多無數樓盤㗎啦。咁睇下芸芸咁多樓盤裏邊，如果真係要你俾錢買，你最想係邊個樓盤咧？會係最想啊！如果係此時此刻嘅話咧，就係坦洲嘅豪宅樓盤佳景康城啦。佳景康城。其實我最想嘅係珠海市區，但係珠海市區太貴，買唔起啊，3萬幾嘅價錢。你唔配，你唔配。咁啊係，即係要睇翻性價比啦。即係老實講。我知香港好啦，香港隨便便或者10幾萬一個平方，萬幾2萬蚊一尺。我知深圳好啦，深圳前海環境好個城市又好，但係又係10幾萬一平方。咁過嚟珠海都好，珠海香洲都3萬幾4萬喎。好貴咯。咁珠海點解覺得佢好咧？首先佢嘅城市面貌真係會比坦洲好嘅。佢作為一個旅遊城市咧。咁包括我之前都喺珠海嘅唐家灣人行濱海返過工啦，其實都接待好多北方嘅朋友，佢哋會冬天過嚟珠海買樓，過嚟北方東北嗰邊，係啊，過嚟呢邊過冬嘅，咁都會有好多譬如話新疆啊，同埋啲東北嘅，佢哋真係退咗休過嚟珠海，佢哋點解會揀珠海而冇去揀呢一個三亞海南？因為三亞海南嘅話咧，佢哋去到夏天基本上係住唔到嘅，太熱。咁佢喺珠海覺得住得好舒服個，同埋珠海嘅呢個環境啦，同埋佢嘅氣候，佢哋可以接受得到嘅。其實包括我喺坦洲，我哋屋企人都喺呢邊啦，住咗有16年啦，今年係第16年。其實我自己都非常之中意珠海，但係你話買珠海嘅話，即係目前呢一刻係承受唔到佢嘅呢一個金額嘅，因為真係好貴。咁珠海嘅除咗環境靚啦，佢教育配套，佢嘅醫療，即係目前嚟講佢醫療肯定係好過坦洲嘅。咁點解我會揀坦洲咧？首先我哋喺呢邊住咗咁多年，都習慣咗坦洲嘅生活。咁同埋一點嘅話咧，買坦洲我覺得可以享受到珠海嘅配套咯。咁同埋無論我去到澳門啦定係香港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因為有時嘅話咧，我啲其他城市嘅朋友都會嚟珠海，有時去高鐵站接佢哋都非常之方便啦。咁包括我細妹之前喺廣州讀書，而家喺東莞做老師啦，有時去探佢。譬如我唔想揸車，我
坐個高鐵去到廣州南站都係1個鐘嘅時間，即係我覺得佢嘅出行係非常之方便。係冇錯。譬如我去其他城市話，我坐高鐵或者我坐飛機都非常方便啦。我呢度去到金灣機場都係40分鐘嘅時間，所以應該係我已經習慣咗呢邊嘅。但係金灣機場而家仲係內陸線係嘛？仲係可以去冇國際線，冇國際線。但係國際線我去到澳門、香港都方便。咁啊係，我去好近半個鐘左右，去到香港都係1個鐘嘅一個時間咯。係。咁如果你話點解揀坦洲？除咗佢嘅呢個方便啦，另外一個點嘅話咧，揀坦洲，我覺得因為目前我坦洲係有樓嘅，咁我再換，我肯定換個最好嘅咧。係啊，咁坦洲最好嘅就係嘉景康城啦。咁點解嗰時我買樓嗰時冇買嘉景康城貴啊嘛？嗰時去到21,000至23,000呢個區間，一期嗰陣時就係二期第一層樓邊買得起啊？咁貴係嘛？咁所以嘅話咧，其實而家成個樓市大家知道，經過疫情之後，無論話香港啊，定係國內嘅城市，基本上有啲城市好啲嘅，可能跌咗30%，差啲嘅50%都有嘅。咁如果嗰時我冇買樓嘅話咧，我覺得似而家可以喺呢個嘉景康城買個89方，完全冇問題㗎啦。咁我想話你嗰陣時買樓嗰陣時係幾多年前啊？最高峰㗎啦，嗰時係2018，冇20年。2020年，2020即係2020年唔高啊，5年前嗰時都高峰㗎啦，嗰時都未算低嘅。你講大話？一啲都唔專業係咪？你講大話？我講大話，點解？5年前13歲買樓。嗱，一係你講5年前講大話，一係18歲講大話，你邊樣講大話？你快啲講。上會都上唔到，大陸呢度咧，起碼成年先可以。你覺得我係咪偵探頭腦啊？我絕對。因為嗰個時間線咧，我馬上跳。唔係偵探頭腦，係偵探頭腦。我以為你講 Andy 好大話，唔知。偵探頭腦啊。OK 啊，咁所以好叻㗎啦。good job。5年前都係。實際啦，20歲出頭嘅時候咧，開買咗樓咧，都好叻女。拼搏階段咯，應該係事業階段咯。咁即係如果而家你換樓，你俾錢買嘅，你要選擇嘉景康城啦。咁頭先講咗一系列嘅好處啦。咁其實有冇少少不利嘅唔好嘅地方咧？目前嘉景你覺得？交樓時間太遲啦。27年係嘛？係啊，27年。咁佢而家4期交樓時間，我覺得有啲遲。即係我覺得我目前階段，如果話換房嘅情況下，咁我肯定要將我而家呢層樓賣出去，跟住可以快啲入住。你話半年到啊，哪怕話1年，最多1年可以接受，係咪？2年我覺得係真係有啲長嘅。嗰換樓時間，嗰個時間比較難操作。我賣咗有冇地方住？咁我又重新去租屋喎。咁我租屋咁。到時我又買啲家私電器，又覺得好麻煩。有煩又搬2次啦，又煩啦。咁我買咗之後，冇可能同買家講，你等我2年，我就交俾你，係嘛？又唔係2個月。OK 啦，咁你又講完嘉景啦，轉頭再問你有冇2選3選啦。Andy，此時此刻中年人嘅大叔嘅心態咧，應該係我之前我都係同瑤瑤咁樣係中意。應該係同頻係嘛，叫做嘉景康城係嘛？話依家冇啊，依家係比較中意即係睇代口，唔係比較中意係感受國際花城。感受係咪？中意嗰個生態環境啊。另外有一種係，因為知啦，近期都失戀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然之後個心情嘅話咧就你唔好成日同觀眾講你失戀啦，冇女朋友介紹俾你識嘅，死都條心啦。我個心態啫，同埋話中年大叔，咁你係需要話係。即係應該係平淡下，即係叫把自己係叫平淡下自己。即係我覺得咧，去到感受國際花城嗰個環境嘅話咧，咁大嘅生態大戶，即係令到我可以 calm down 嗰個人，係 calm down，即係成個心情比較寧靜啲。係咯，而且如果係我住嘅話，其實依家啲價錢咧係嘛，8000幾蚊一方到，其實我覺得就冇太多啲經濟上嘅壓力負擔啦，性價比高啊！係咯，即係第一個係另外一個荷包 calm down，第二個咧另外一個係人嘅心情 calm down，第三個嘅話咧，其實你話啲交通啊、location 啊，其實我覺得都係比較即係中規中矩嘅咯，即係無論係因為包括我依家嚟講係喺坦洲住，咁啊做生意咧比較多都係。中山市區啊，同埋呢個坦洲啊、珠海、坦洲呢個 location 嘅話咧，就係即係呢幾個點咧都可以覆蓋到我工作可以幫我係覆蓋到啦。
價錢自己 OK 啦，嗯地段同埋嗰個心情可以治癒到我啦，個地方。嗯，咁啊，所以嚟講，你話戶型靚唔靚咧？我覺得 OK 嘅。係啊，尤其依家嘅嗰個第四代住，即係近四代住得啦，五期嗰度啦，五期啦。係。咁其實嘅話咧，嗱，剪輯師幫我黏下啲圖片上去啊，咁啊，其實我覺得嘅話咧，亦都係十分之靚仔嘅，係嘛？80零方嘅單位嘅話就係80萬度，咁有3房喎，2個洗手間喎，係嘛？我覺得係可以比較，我近段時間，因為我依家有街景嘅樓啦，反而我覺得嘅話又唔再追求呢個，即係你話最好似又好啲，好似有啲啲後悔啊，街景啊買落啊。即係唔再追求嗰啲叫奢侈啲嘢咯。但係我要澄清下，佢唔係買咗街景，唔係後悔街景樓盤，係啊，佢係後悔買咗3期，要自己裝修，都唔叫後悔，即係咧依家係叫做不再追求一種高端產品，但係咧係追求一種係啱自己嘅。我依家嘅心態係咁咯，即係同埋崇尚名牌啦。講求實際，即係以前就話買個最 top 嘅溝女都好溝啲啦，都唔係咁嘅。原來咧係內在美，同埋咧用銀紙先係你最真實嘅 power。近期失戀令到你有呢啲啟發係嘛？我有少少有啲領悟啊，因為失戀，因為都女朋友講真識咗2年啦，突然間就斷崖式咁樣就即係好心痛，好心酸。但係咧就唔覺得，因為咧係我。嗱，我想問下先，等先，點解唔覺得咧？唔覺得係因為我熱愛我工作，工作係我嘅基本同埋係我嘅底氣嚟嘅。係嘛？如果係我連呢份工作同埋我收入都支持唔到嘅話咧，咁我應該係即係沉入。嗱，咁我問你一個問題，邊個提分手嘅？我咯。咁你揸人哋咯？咪係咯，你咁啊你掟人喎，因為咧其實。即係我好明白我嘅嗰個即係想要啲嘢咯。我要嘅係可能係一種情緒價值咯。即係男歡女愛好正常嘅。俾唔到情緒價值你？陪伴啦。情緒價值啦。佢唔陪伴你，我覺得係咯。佢唔陪伴你。咁你覺得係？你仲喺埋一齊2年？咁我即係感情啲嘢咧，就真係問到咧，就真係比較難去解釋先。但係係咪賣樓啊？算啦，嗱，我哋呢個話題講完啦，我可以確認渣男認證。冇，真係唔係我講出你提分手，仲唔係渣男？因為你唔斷嘅話咧，你遲早你會即係一段感情，即係我唔係首次婚姻，我係聽。嗱，我相信觀眾咧都唔想了解你啲感情生活，我哋講翻樓。你啲感情生活咧留翻你自己得閒嗰陣時自己慢慢講。OK 啦，咁你又講完啦，而家係佳欣康城啦，你係錦繡國際花城喺坦洲。如果我貪心，想問你有冇其他選擇？珠海，除咗珠海嘅香洲，嗱我自己拍過條片咧，我自己好中意珠海嘅金灣。金灣庫啦，反而我拍條片咧好得意喎。我而家生活喺坦洲，做嘢喺坦洲，但係竟然係冇坦洲樓盤我想買嘅。點解咧？街景唔係唔好，街景貴。花城唔係唔好，花城平，但係總係有啲嘢咧令到我唔係喺我嘅要求入邊。即係我而家咧話齋我自己過嚟咧，香港過嚟生活咧，我希望咧我生活水平、生活質素係有提升嘅，住嘅環境咧係有提升嘅。即係如果住翻香港嘅環境，我上嚟做咩啫？我成個生活嘅質素同香港差唔多，我上嚟又做咩咧？我上嚟就為咗將我成個生活嘅水平、生活質素、生活環境係提升，再加上係用唔使咁多嘅錢可以提升到，呢個係我最想做到嘅嘢。如果完全生活冇變，咁我無謂上嚟啦，我留翻香港得啦。香港我生活咗幾十年嘅地方，我做咩要離鄉別井，再過嚟重新識朋友咧？頭先我朋友喺晒香港，我成個生活有娛樂都好豐富，唔使走過嚟重新識過啦。所以過嚟咧，起碼我成個生活水平咧要提升，住嘅環境要提升，先可以補償到我離開咗香港朋友、香港生活圈過嚟呢邊重新生活呢個問題。所以咧，我比較挑剔樓嘅質素啊、會所啊、環境啊，第一要好啦，配套要靚啦。
嚇，呢幾樣價錢又平啦，價錢又要價錢唔好話平唔貴，係因為我覺得合適，嗯即係呢個係我考慮因素。咁可能你哋咧本身就唔係香港人啦，本身係內地生活10幾20年嘅，咁可能已經唔係講提升啊，大家要求會唔同，所以大家可能個睇法唔同。一講兩個未冇夾過啊，呢個係坦洲街景，嗰個係坦洲花城，我反而咧一個坦洲都冇，所以呢個咧就每個人嘅要求同埋心態唔同，未必係啱冇對錯嘅嚇，即係自己要求唔同嘅啫。咁 OK 啦，街景花城貪心啲，再講一個有冇？瑤瑤即係備胎。備胎係珠海市區咯，珠海市區太貴啦，再努力嘅目標咯。係，即係都冇 location，都冇一胎嘅，即係冇定一個咩樓盤，淨係想下一次提升去到珠海市區啦。冇，下一次提升先換到街景，再下一次先珠海。第一次提升係街景啦，街景之後再換就換珠海啦嘛。珠海市區啦。珠海市區啦，OK，即係冇特定樓盤，冇淨係區域就想珠海。珠海市區係講老香洲啊，還是新香洲？十字門。十字門同西香洲兩個概念嚟講，啊冇嘅，你供冇太大差別嘅。十字門環境係靚嘅，但係作為呢一個居住嚟講嘅話，我覺得佢周邊嘅一個配套未夠成熟，未夠完善啦。咁所以會揀翻。到你下次再換區嗰陣時已經成熟㗎啦，放心。係。咁 OK 啊，佢又冇咩第二個樓盤備胎啦。咁啲渣男有冇備胎啊？有啊。我備胎比較多啲啊都。我第一唔可以備太多，最多備兩個。第一個咧就可能係十字門嘅灣仔1號啦。哇！都3萬。你預佢300萬到啦，300萬到你首付15%，45萬啫嘛，咁咪慢慢供咯。我咁後生嘅咩？咁你後生你長命係嘛？而且喺嗰度可能分分鐘咧偶遇個富婆翻身啦，有啲少唔使努力20年啦。啊，即係唔係講要偶唔偶遇富婆？講真嘅，即係周邊嗰啲人群居住質素係高啲嘅，啱啱先啊？圈層唔同。係啦，咁你十字門咧，如果係擁有靚嘅會所啊，得係灣仔1號嘅啫。係，即係雖然可能近車牌，大家話係嗰個交樓麻麻地，其實我個人覺得嘅話，其實我都係中意嗰度嘅。無論係啲華發商都啦，或者係我好中意去嗰個豪江邊啊，嗰個露營嗰度係有時打躉一下就。嗰邊又可以望下澳門煙花景係嘛？係咯，煙花睇下平時啊。即係交樓質素 OK，而且係嘅話咧。咁你咪買細啲嘅單位咯，咁啊附近學校有，咁我暫時都未考慮到嗰啲配套先喺度，咁啊所以嘅灣仔1號劇我都幾中意。OK，咁你有兩個備胎，仲有第三個遠洋天柱2期，哦，中山南區係啊，即係嗰個會所嘅話咧，亦都係比較精緻啊，係咧，係比較靚仔，同埋啲樓啊同價錢啊係比較居中少少。咁而家14000幾啫，因為其實我拍條片咧，我都講咗我其中3選咧，華發金灣府、遠洋天柱2期同埋呢個華潤人行公園4季，咁同佢呢個遠洋天柱2期咧係重複咗大家。公園4季我又唔中意，點解唔中意嘅？啲講 feel 嘅嘢好難講嘅喎，你咁樣問我，即係我係唔中意就你。反正感覺唔中意就係感覺唔中意，好難講出感覺係乜嘢係嘛？愛係愛，中意中意兩。feel 同中意有咩區別？你唔好審問我，你唔明我咩？我哋當變態嘅真。OK 啦，咁啊，遠洋天柱2期啦，我相信好多嘅優點啊，好多嘅成咧，我講過啦，平時我同你拍片都講過啦，好多都係我哋真心嘅輸出。即係遠洋天柱嗰度，同埋咧，即係大家可能。睇下呢3個樓盤，感受國際花城，同埋嗰個灣仔1號，或者遠洋天柱2期咧，其實都係我想要一個感覺咧，就係寧靜啊！你 get 唔 get 到我想要啲？嗱，其實我睇到一個問題咧，唔係我問你 get 唔 get 到我要啲嘢？首先我 get 唔到，第二我想同瑤傾下咧，你發覺佢講呢3個選擇咧，個參差有啲大啊！係啊！花城。灣仔1號嘅大佬十字門最 top 嘅樓盤，一套可以買國際花城，買3套啊，係啊，一個咧就遠洋天柱2期，好似3種嘢咧，好似有啲唔係同一類型嗰樣嘢喎，就好似佢中意女仔咁，花心咯，唔係嘅，即係咧每個人生嘅提升階段唔一樣，咁你話
OK 啊，你話我買唔買喺灣仔好冇問題啦，你介紹個女朋友俾我，我買又係啦，有咩問題啫？知道，我唔想同佢講嘢。介紹女朋友俾佢，叫係嘛？佢聽佢即係我遇到我想要嘅，我想達到嗰個目標，其實係通㗎，呢樣嘢係通㗎。呢個世界咧有分兩種嘅，先努力然後得到，先做要得到先再努力，分兩種階層。先努力再得到，有啲人要得到咗先去努力，你就得到咗先去努力。要先介紹條女俾你識，條女先去買，你唔可以買咗先又再識女朋友。即係我係咁講啫。咁如果係我識得嘅另一半，佢話誒我想住好少少，即係我會去做咯，即係咁樣嘅意思咯。如果我想住香港半山咧，咁啊，即係咁嗰啲係超出範圍太耐，太遠啦，真係。哦，即刻口窒窒啦嘛！超出太範圍太遠，即係一睇嗰啲都唔係啱自己。都要能力化係咯。咁你話一個係感受國際花城啦，咁樣可能係10萬蚊首付到啦，遠人天住。係啊，感受佢係5萬啦，遠人天住咁樣可能都係20萬首付啊。咁你話灣仔1號40零50萬首付，我攞得到㗎，係嘛？我覺得冇咩所謂㗎。係啊，我可以買到就即係關鍵都係你話齋。其實呢幾個樓盤，你話係話差別有啲遠，有啲花心。其實如果我嘅內心世界咧，我覺得係3個樓盤咧都可以俾到我一種係比較寧靜嘅感覺。明白，即係荷包唔寧靜啫，但係啲格局係寧靜。明白嘅，但係你有個前提要揾到真愛先。慢慢咯，冇急唔嚟㗎啦，依家都急唔嚟㗎啦，係咯。OK 啦，咁啊基本上我哋3個咧都講過，我自己拍咗條片，我講咗我自己有幾個嘅選擇啦。如果講咗啦 ，Andy 講咗啦，咁睇下我哋呢幾個選擇咧，同你心目中嘅諗法有冇近似相同嘅？如果同你諗法都差唔多咧，即管可以俾埋我哋，同我哋一齊去現場去參觀下大家喜歡嘅樓盤，睇下到時大家有咩共同話題，可以大家點研究下呢個樓盤有咩好，有咩唔好。係啊，咁啊好唔好啊？咁呢條視頻啊差唔多啦，下次有咩再分享咧，再同大家見面啦，好唔好？ OK， OK 好，拜拜。